點講，哥在環境，幾分正正嘅在環境輪對裏面咧，我叫你接嘛。我覺得大林頭咁我講我都未記起啊，未記開我 live broadcast 啊。這禮拜特別嘅邊咧，係邊隻亂，係邊嘅林就啲得亂真係亂，係邊咖啡啊？我做 MAD 呢 annual dinner 走出嚟講我啊！佢包出嚟嘛，做任務啊！你開你咪食，你唔食啦，我未聽到你聲，你聲就講琴條，你聲係毛鼓嘅聲咧。林林是多煮學燈，林是在煮學豆啊，推車梅咯。我見到嗰啲俾情馬先啊！哦 ，masquerade 啊，亂。OK， 老椒淋咯，แล้วก็裝Q 毛一條，我冇跌咧，跌毛一地，豉椒啊，頭先啊，你聽邊啲好見呢？平時。你平時聽邊啲好見？喲亂喎！我哋冚你聲啫啊！你係咪就亂嘅事？我冚你聲啫啊！แล้วก็อุสลิปไปเลยเราเจ้า會車歡迎 Hello， 大家好。會車เราเจ้า叫咩個出住啊？哦，個不拉真機，英國不拉真機。Hello， 大家好，กูบอกขี้嚟แล้วแล้ว歡迎เราตุ้น嚟啊！แล้วก็อุจากง英國อุจากง歡迎特別 mute 掉一聲，唔知你做咩。等對嗱時咧個我哋大粒頭，到底 Skype 邊大粒頭，哇！好個就係大粒頭 remind 我叫我突然間我講，我佢 live 時講，大家好，大家好。啊，真係咁歡迎。這禮拜我要講嘅話題咧，就是煙斗加水啦。然後安怎係人看到人嘅時啦，曬人水嘅是煙斗，還是你感覺到你自己水嘅是煙斗？咱嚟講下，แล้ว阿龍嚟啊，阿龍，แล้ว即阿龍歡迎，อันนี้好，安怎路，安尼好。安怎路去啊？你講咩？你唔知道處啊？我唔知我今日我去到一個到啲韓國，其實韓國有幾多個邊個人？幾多人啊？我白，actually 啲我哋講下叫咩啊？你咪，你鎖掉你咪，click 啦。呀，馬來西亞應該有2000幾個人啦，啲數。嚇！特別邊個我捌嘅有5個都當然。我呢快到捌到過你啊！你好聊啊！哦，是咯，較快咯。今日我拄嘅時候我冇拄過，我是啲 LinkedIn 看到伊嘅 profile。哦。係咯，我讀已經 message 咗咯，未講你是邊個嚟？我是邊個嚟？係咯，伊嗰時啲 Korea 幾年讀冊畢業，然後今日頭一道拄伊咯。係咯，伊講咩叫做往西講是講嚇。By the way，sorry 啊，我未錄成物件啫，因為你啊，我冇咩 sure 咗，你是唔是有過一個 video 嘅？我講對。你嚟啊！我你講我哋 honor。講定得住你 ，which one？ TEDx。哦。伊看過，伊個基本是 language passionate 嘅，所以伊看過了，伊唔就講哦，你搬嚟過嚟咧，然之後 actually 我同你幫曬掉咗。嚇！唔要緊，講定啲幫，冇。諗學未掉嘅嚇。真係都聽到，你就知咯。你是好棒咯，是好棒。OK， 當今。哎呀，是唔是你 echo 嗰邊？冇啊，我同冇出聲。echo？冇唔是，我用啲 earphone 嘅。特別心我同你講，我用我同你講，我啲厝裏邊啊，我啲古早啲中國人不是喺啲邊咧不是喺款，有當時我落嘢點樣寫？我用我嘅 iron board、iron table，係我嘅 laptop，啲曬湯頭整。哦 ，good idea， good idea，你會起會落嘛，對唔對？誒，特別我聽到 echo 你阿龍嗰邊，應該唔是，因為我掉 earphone 喎。
特別我講話時候，你是講我講話歌，我後尾有聲，我地方不是，我講話時候，我聽到你嗰邊個 delay 都就冇聲出來。你是咩？冇，我用耳粉喎，當然我帶對耳粉嘅，我隻怪嘅。哎呀！特別見咩咧？講唔見嘅。OK，當然啦，講水嘅引導咯，當然。水嘅引導好嚟，我識㗎。引導，你咪講下，定得啦。你唔是講做陣容嘅啊？冇，你當邊點刷？點刷？確定。要見嘅人冇嚟過。啊，確定，特別咧有個講嘅叫你白先啦講，特別咧特別成講水嘅引導性嘅事啦，咁嚟講陣容嘛。啊，邊個？你就係講 expectation 性。嚇。係咯，家己講。嗱，等陣我俾跨性，住人正感覺點樣家己引導。幾招 ？OK， 我感覺我覺得讀冊點寫真係貼士嘅，我非得我做嚟做引導。哦，老，較老了，較 mature 了，較好看嘅。我看到啲古仔寫18歲點先啊 ！Oh my god！那識啦，你看到家己破病啊！家己破病我嚟講，咋個神山啲物件，係古仔物件佢較大粒嘅啫。哦，我咪想。哦，咱係傾較大粒嘅啊，係咯，頭毛古真係幾粒嘅，做個隻煙人啊！我頭毛，我頭毛講不成。古仔咯，特別咧，你當見看到啲古仔古真係面嘅效應嘅嗬，你別飛到一幾粒嘅度。特別你看到對拉家己，我哋頭毛是好呢個。Because 人講出去卡哨，阿龍啊，唔是我。哦，誒please mute 你 mic 啊，當然台灣都冇講話是 mute 你 mic。Because 我聽到你 environment 嘅聲大聲。但係其實你講水嘅，特別你愛水嘅人冇嚟。就是愛水人。查甫嘅了嘛？誒嚟，查甫。很講，等名，很夠。叫名字叫。自己你名咩？自己是博亞玲啊，嚇。博亞玲哦。博亞玲，其實人講，佢安怎個是水，安怎個是引導啦嚇。人講，咱頭先就是當點講點講，人講家己看家己先。你話啥咧？你細漢嘅事，較少年嘅事，當劍變起來啦。你話啥？你當劍嘅好看是頂刀嘅好看？當我做老做好看。啊，成個阿龍嘅啦。แล้ว回車咧，回車。嚇！ดู嚟都成老狗啊！好看，當佢話實定到是細漢較好看先啦。當佢佢老啊，夠會啊，較好看。安尼啦 ，OK 啦。啊，個歹勢話咩歹勢啦，咩好嘅。你看，你成日定到當佢定到嘅小英咧，佢話啥定到時應該好看是當劍看鏡是較好看。baru ikan men nampu ikan men เนี่ยทำแม่เนี่ยเขาขวาอ๋อเดี๋ยวแล้วการจะว่าก็มวยจะเลยปลาจันเกนี่哇我古仔看到對古仔笑一下見啦你講誒特別你做少年咋嘛你當然冇得幾歲呢I mean 我看吧你攞3年整嘅小英啊！你攞3年整，人講20年整嘅小英喎。我冇啊，我冇10年。攞3年整，我冇搞3年嘅喎。特別你話曬咧，你話曬你進步，3年咪曬進步，3年你話曬感覺就看較好看，個激動金龜叮當。冇啦，頭到我哋架頭毛咧就正閃氣啊！哦，誒，但係而家老實講啦，啲外國度話咧啊，你係感覺到講，類似係點三間半咧好看。畫嘅件事係咯，畫事係看咯。有可能未必我代啲韓國啦，仲見，有可能本。哦，係咪สุ快？較無看咧，無想。就是會感覺講，外國嘅人會較注意家己嘅外形咯。嚇，咪你識人家凊彩，咪你識個邊靚人真係凊彩嘅啫。你知我古仔，我啲學堂我讀冊嘅時，我朋友啊，咁大家知嘢你剃頭毛嘅你 device 啊。但係啲陣經過剃嘢手，愛食滴咧，愛嘟好你印咧啦，嘟掉淡薄愛講幾禮拜未爽。得住位，到啲我英國是到啲英國啦，英國了韓咧啦Middle East 啦，冇啦，樣挑樣嘅 master 學士啊。哦，愛真呀，
咪係有 standard 嘅。哦，樣 brand 嚟啊，又係 branding 嚟嘛。一邊橋對，伊係冇咩人路啊，真正水啦，係有伊 shape 啦，伊看啊，跟住話係即係你講嚟白，真係你白話講咧。即係呢大粒頭呢大粒頭路誒，大粒頭。Actually 我冇插線嘅。特別波，我家己我冇插線。特別當劍啦，你笑啦，你話曬你當劍特別定刀個好看呢？Actually 我 actually 比較講，it may be 好看 for 一個人，但唔好看 for 別個人。我擼個機。我家己我冇插線嘅。所以你冇插，你好看冇看，你冇插。特別你，我唔是講你插，還是唔插，我是咪你拿曬你當劍嘅好看，是定刀嘅好看。所以我唔知，我冇。你唔聽咩？No， 我冇安尼 particular。我知你冇 particular，特別我再講你拿曬當劍嘅好看，是定刀嘅好看啊！這 question 是只 simple 嘅。Now or then？ 講小姐，我就是冇 answer。所以你honestly 講我就是冇 answer，唔是，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y 講小姐哦，I 講小姐，我家己冇 answer actually。所以你唔知講你個現狀係變成怎樣？我 of course 你看 mirror 唔知，特別我冇蝦米 care。我知你冇 care， 特別你冇 care 啦，你每時看到定刀嘅時候，應是較好看，是當件相較好看係嘛？你人準備揼到掉啦，伊冇幫你。你咁壞，等陣。少年有少年嘅 advantage，老嘅冇老嘅 advantage。Good answer. Okay， now because 肯定我講話。Because 少年嘅邊 number one， if 人少年 ，of course 人家咧人少年有the type of cute or handsome or 加 example 他 look so you have that certain aspect to 你 advantage or disadvantage depending on 你按做看起來啦。你老嘅時候是想，你有 certain advantage， 你有 certain disadvantage 嘛。So 什麼啲生活 request 住咧嚇 ？So for me 我 really 冇插笑嘅。這是住嚟。OK， 你要加工，你要不聽加工？加工到底嚟講，你會猜係咪？你感覺到你定到細人時嘅水咧，還是當劍嘅水？哎呦，就是講你只講你貼配那個水，還是冇貼配呢個水？掉少年嘅皮膚得到比老嘅皮膚水姐姐啦。是啊，對。所以你看，阿邊你看，咱每人你看下，你 OK， 你感覺到你對 prime 對水嘅時是阿甲，到幾歲嘅時？第一水嘅點聲，第一水嘅點聲。阿龍你講到你咪。我都冇叮當掉，我係曬叮當呢。我聽到 Kiko 吹哦，我阿未試過，我就話，你而家你就話你估你靠住頭。我就話阿解，我試靠最少我就咁先係。哇！你自己真係買試過。喂，你咪當到你衫，什麼有本嚟 Kiko？冇可能，我借條聽只講話，我冇叮當掉。有攰。OK， 等陣嗰隻另外隻人我俾 call 而家到啲 Skype 係邊嘅，真係住嚟。你只講第水點聲咁咩？幾水點聲？第一水嘅點聲，定掉是10幾、20幾歲時啦。睇你點聲是 prime 嘛？你冇就對咯，我感覺有隻就我30幾歲幾熬了，依家就水起來咗。但掉啦，because 睇你點聲，你出來做工，然後有爭，你睇車時你講爭啊，要掉板帶啊！誒，等我俾介紹特別新嘅特別嘉賓到啲 Skype 平時你係咩名？冇畫面喎。你冇畫面，你是打字看，你是定住我啲個 email 掉嘅。唔是啦，我攞翻嚟講 email 條有咩？哦 ，because of New York，講出來，定住是到啲。
TV 教有一個聽眾嘛，email 我收冇啦，你是到來當今。哦，可能伊是你 fans。係啦，係啊，你到咯，你唔是咩？唔係啊，多數唔是啦，唔是我啦。你到。我多數卡咪咯。哦，多數卡，你咪蘑菇哦。蘑菇啊，有聽到，有聽到音名啦。蘑菇到多數卡嘛？啊，唔都會啦，多數卡唔係看過咩多數卡本嚟啊？冇多數卡是多上地。啊，係聽位仔啦，係聽我聽啦。我唔捌伊啦，我聽，我較早聽了會有好久冇聽，馬路最近佢聽到等你較早 episode 㗎了咯。哦，你是頭道聽到邊個件事，你到嚟吹啲？podcast。哦，你 iPhone 係咩？你用 iPhone 嗰時咯，三隻拍一個福建人喺度走出來啊！安怎你寫？我嘅笑未夠，安怎人去到底去吹福建呢？特別寫濟人關心福建，貴人知咯。啊，愛吹福建，我就吹福建嘛。哦，所以你是什麼事？你是點去吹看看有用福建話做嘅 podcast 嘅？你是咪吹？啊，對，我愛聽嘛。阿龍 ，that's encouraging。對，我暑假肯定啦。OK， 等你冇俾可以證名先，等我改確先。我好嘅名改咯，冇人落學啊。你明仔啦，你接嚟參加，你講你冇名咗，你是只係隨時。冇，頂得你是冇化名咩？嗱，朋友冇叫你化名咩？有叫我化名啊，冇，咁叫我名哦。哦，你名，咁我考你正名啦，我考你假名。我想下，我係看到你名 actually。特別這邊較清哦，這邊我點乜去 YouTube 都冇安尼清哦。哦，是啊。特別你聽到我點乜到啦啊？即後頂人講我都聽到。會啊，嗰啲聽到啊，冇問題啊。OK，แล้วอันนั้นเนี่ยโอเคแต่ว่าเสียง我會考慮名。我是你記一個好啦，凊彩啦。我看到你名咧，我是叫你謝亞。這個謝咩？謝古特別是謝亞。你我看到你名後尾啊。會使本來好聽，本來我估是個謝亞咧。哦，唔是謝咧謝亞，你就是謝了亞，你想謝咩？也sound出來差不多像啦，差不多像 ，OK 啦，accept 啦。OK，謝啊，你謝電你把得啊！謝電你兄弟啊！誒，我問你頭，你做咩上險過聽到本來學見到啲你停一陣啊嘛？冇啦，因為我較濟。做成呢就出步啊嘛，แล้วเป็น最火車是火車จะ會嘛，แล้ว火車是成嘛，實在我笑，較早我聽一個 podcast 真係好聽，到啱放到東來聽了。哇，放到來聽，就知道特別參加我講話啊！哇，特別放到東來聽是真係好啦，因為這隻古早我冇聽到嘅，解了會使慢慢聽。哦，那你這個那把出一個，記得聽好聽了。對。我當今我把你個最近我把你個用這些。放炮啊！即10個咩做放炮啊！我最近冇咧用隻新嘅 service track 看我本來學見嘅 podcast 有download 是到有做一人 download 嚟啊！我看到真久嘅 episode 本就一人 download 咗，特別我冇拄定去放伊個。我冇 track 一定得個 episode，because 我 individually 一個 episode 去做。特別我再講啊，我當然看到我 report 好聽啊。我冇 look at start track about 一禮拜你可能啦。我by source 啊，那邊是我看樣是用下面咪間 download 啦。一禮拜，不，這 last week，我唔知 podcast 佢就叮到爆。本來學見。有用 iPhone 嚟 download 嘅人差唔多1000人，แล้ว用 Windows 嘅 iTunes 嚟 download 差唔多300人，แล้ว用 iPad download 200個人，用 Macintosh download 170人 ，iTunes unspecified OS 33人 ，computer 有800幾人，到啲 computer 添。我住你哦。但面少。差唔多 website 嘅 download
哦，不 Android， 哦是 Android website 會 download 係個 iTunes 會 download 平啊，差唔多1000幾嘅反正拎個禮拜。感謝多人嘅支持，特別我睇看頂到時我頭實時我特別直接看有人聽有人聽，當我隻歌啊無插咧啦，然後最近時有人contact我講起我嘅 podcast 咪佢話就一人聽啦，我啦。多粒頭，你就瞄人都撲住講我係事。他們樣 contact 你啊？安尼款嘅data。啊，我確定㗎講，不知㗎講。是唔是只假波咧？唔是假波啦 ，because 我做金融嘅嘛嗬。partnership。依家嚟 advertising 嘅掉。對。誒，你嗱冇簡單就揾嘅幾萬人啦，就會 listed 啦嘛，唔是？listed 到底即條老闆山。落住shareholder 就同佢6000幾你唔是？啊，唔知幾嚟啊，我唔知。我先所謂喂 tracker 嘛，你個實啊，我就攰一轉當佢某一禮拜，然後看 track 掉講就樣聽。我較濟人。我上啊幾那季節啊，半年後，咧我哋再講人係有 unique 嘅 listener 就這嚟啊。because 上啊有當時上啊大媽節啊嘛上好，你聽時你無想一個有一個 group 嘅人是 constantly 是聽掉單聊，到禮拜一單聊聽嘅，然後有咧是聽就個到底來聽就個找個到底來嘅話呢，好唔得掉啊！特別我是啦，殺掉頭知道 iTunes 出嘅時候，就較濟人會聽到本來好見咯。啊，第二單就是問 iPhone 到底 Asia 出嘅時候，較濟人就用 iPhone 嘅時候，啊是問 iPhone 啦 ，smartphone 個啦，像 Android 啊、Samsung 啊，個啦，伊較濟人聽咯 ，because of 即個較方便嘅時候可能。誒，走話第一，咱就對講就對。啊，即佢真係鋪咯。我咪即壓，我哋講咗個水個人道嘛。啊，所以你啦啥啦，你當金較好看，還是頂刀嘅時較好看？我個上劉德華啦，愈老愈緣投咯。愈老愈緣投啊！你看啦，大粒頭哦，就係能夠快講。大粒頭每3年一個講未出。冇啦，因為咱打波啊，老實講面甲骨甲無安尼 man 咯，咱老了面甲嚼甲 man 淡薄嘛。你不要去嘅老嘅波啊！sorry 咯，即係是看人看國家咯，你嚟 Korea 看。但係啦，就咪講啦，但係就咪。你嚟 Korea 看，因 they don't buy that。我冇講。嚟 Korea 看打波 and 到嘅 man 嘅，本是皮膚骨碎碎嘅，因本是用 facial。用做 facial treatment 不用 product 嗰啲就對，然後就稍微講無像嘅 standard 誒，culture 無像嘅水無像嘅 standard， 毛毛菇啊，即係是普羅嘅啦，唔是普羅，即係多雙卡，阿媽住叫我叫你多雙卡，到啲多雙卡，即係一秒就謝啊，啊謝啊，嚇，謝謝你 brother。借啲 brother， 你話昆車啊嚇，毛毛菇嚇差唔多，我昆車。你個 US time 㗎嘛？11點啊，11點啊。แล้ว毛毛菇阿妹你 rasa 你當金較緣投，還是頂投是較緣投？接落嚟就緣投喎。你贏個了。Of course， 金咧俾緣投是啦，冇人監緊啦。不 OK， 當金我是講，當金我是份梅浪，當你唔是講，我安則其實就打波嘅啫咯。我唔是講你別人看你緣投唔緣投啦，即是你自己啦，啥你自己緣投是當金較緣投是頂投緣投啦。所以，那肯定是人家講別人，你啦啥看你，我會記，我 OK，咱講我嘅事啊，實在冇講呢個。我本是啦啥老啊，看到什麼事的，我懷疑啦，是人哋我自己看我邊看關係啊，看偷嘅時細漢嘅時候，你啦啥，哎呀，我這邊特別不有啦，有嚟維修，肯定不止，咱講 plastic surgery 時間講。啊，這是一句啊，古靈兵啊。
古靈冰嚟啊！呀，古靈冰，古靈冰，大冰，一句嚟，大冰嘅古靈冰嗱，你看，伊就是 joy 唔知嘅叫 joy。Anyway， so 伊搭車就住嚟一間，伊搭車去到。哇！看有可能嘅搭車可能聽一車 engine 啦。OK， 我冚一聲起啊，先是伊個即冇出聲嚟講，我冚一聲起啊。OK， 伊聽到好啊，แล้ว我ไป講有可能是我看一邊看關係啊，頂到嘅時是看，哎呀，目睭上細女啊，我鼻腔上下面啊，喙上我喙左上尖啊，我面上長啊，你看你特別有啥，有一下面講你被嫌嘅啦，แล้ว好當今啊關係啊，你這年啊哪好哪啊，看古啥把其實冇拉沙去啊喎，我那咁搞，哦，我感覺當呢個好看。係啦，我就是當今關係啊，所以拉沙較好看嘢咯。我同你講一樣嘢啦，其實啦，老實講啦，正講正爽啦。哈，但我感覺微微娃娃古早較好看。哎呀，你真係一邊真係謝咯。我上尾講，我就because一整季一幫笑，因為 Facebook 嘛，伊講一看就古早時，伊咪把個記嘛。我上尾嚇，一個山個少年嘅東西啊。伊唔是講真正山啦，特別伊個當伊是完全無上 feel 嘅咯。我上尾講，其實你古早好看真濟。特別你咪是在，你咪是特別在，你講嘛，就係淡啊即係阿講嘅，伊拉曬當今伊邊變咗嘅路嘅時間好看，你拉曬你是變骨骨嘅時間好看，你咪是無相嘅嘛，所以伊家己嘅 image 對伊想伊家己是伊是拉曬當今伊泡嘅好看啫。個好攬嘛，伊 feel 到。唔是好攬呀，有人看嘅，我 feel 到伊是感覺家己個好攬嘅就曬個好看咯。好攬人攬你邊咧，攬你成褲。哦，伊即係伊 brand 家己伊屬個好攬。伊實在啲咩票啊？當叫咱咪講查某咧 ，OK， 咱聽咪聽下查某係，你就咱咪梅查某，咱梅查某成，咱梅你梅一零成，咱梅查個。係咯。我你計水呢？哎呀，你話嘛，phone 話等陣。意思講 OK 啦，我講就水。OK 呢？我呢個 OK 啦，我 OK 你啦，OK 你啦。我不是咁講，我 OK 你啦。你啦，我俾梅查某，如果是按照感覺就查某看 beauty 啦，查某嘅 beauty 按照水，按照是好看。我感覺啦，查某是。少年的時咧，誒，實個囡仔邊，然後呢種囡仔邊啊，大漢起來嘅時啊，是會較水淡薄嘅。哦。然後就古早細漢嘅時無水嘅呢種囡仔啊，大漢起來是水嘅。就最好。是啊。我們拄到就細漢嘅時咁快款啊，哎呀，凊彩啦。幫持幫過呀，特別大漢佢又20幾歲佢又哇嘣住，我就水嘅咯。對啊，我咁解啦。你特別安怎是水咧？我想講呢種囡仔邊啊，細漢看起來就普通嘅，我知哦。唔是講只厝邊普通嘅這邊嘅。然後一大漢起來哦，是水嘅。目睭個細女，目睭個大女。鼻腔較懸較夾，然後目睭都較清，係呢種啊，無相咯。特別我是想講，有人有只誒，人誒隨咗人誒 beauty standard 啦嚇，按照講 beauty 人水誒。審美觀。嚇？審美觀。審美觀係咩？審美觀咪是人誒 aesthetic 啦 ，aesthetic 呀。aesthetic 啊 ？aesthetic 呀 ，aesthetic。哦。แล้วบอกว่าสิ่งก็ละอันจ้าแล้วจะเจสิแล้ว是對做 Western 嘅 beauty standard 咯啥？被皮康管咯，被目睭大粒咯，被面尖尖咯，你覺得唔是 Western 嘅 standard 啊？
特別有陣時兩講，查某就兩 Phoenix 呢，目睭尖去多處邊就邊尖起來嘅。我咪是試下咧。迄是 Asian American 嘅 image 嚟咯。Asian American 但你講無蘭不是你看目睭尖起來嘅啊。誒，但係Lucy Liu Lucy 我那博一玲，你學博一玲咪是博一玲咪是。博一玲比 Lucy Liu 水啫，當啫。我因為我目睭是貓嘅目睭淡薄。嗱，你話伊目睭大女嘅，Lucy Liu 目睭細女。你手起個水嗱，你話你手起。一頭毛水，我係頭毛咧，斜一邊嘅，阿毛骨怪。來打波來講下，去搭火車來出聲。講成個伊喺裏邊啊，佢都冇嘅咯。哦，就是我Korea style 唔知你講呢？我睇哋咱講 Q 邊嘅時，咱嚟講 Q 邊嘅嗬，我是 Q 邊嘅 Q 邊貴啊，邊咱咪講嚟嘅時候啫啊，嗰啲 Q 貴咧。即係人豆嘅嚟啦。哦，人豆嘅，哇哦！啱嘅人豆，就啲起嚟咯，哇老嘅 ，shit man，三萬八千，別穿佢，三萬八千Hello， 歡迎，真久冇來了，我叫你人豆就頭來啊 ！Oh my god，我計久冇來啊。OK，咱今日出了老一時，今日出了，哇！你怪一吹氣，你怪一超，你怪一邊，我老嘅，阿左，救命啊！咱嚟講下你那啥你是不拉真嘅，3萬不拉真啊？是3萬8千。3萬不拉真，你估冇嚟啊？實未記你阿莫丹嚟過，你小弟都冇嚟，係啦，喂，我阿莫丹係。阿莫丹點算咧？估阿莫丹有去嘅 T 恤冇？唔知，應該少。我哋會整咗咯，一 T 恤嘢會啊。嚇！而家應該少，唔使你講我 check 個 please。我唔使嚇，我求佢 check。阿莫丹，你唔是阿莫丹，3萬不拉真，3萬不拉真，你啦生，你當劍較好看，還是定刀較好看？我 feel 到我當劍，我嘅自愛咯，我就講啊。我本就係教會。自愛什麼意思？我跟話自愛人就講啊。自愛什麼意思？哦，冇啦，佢哋是自戀。咁是上面嘢嚟啊？冇講。自愛就是講你個細人家己，個小家己。但係你冇想特行話，就是冇好嘅，你可能你試試講。是人嚟講啦，因為教過家己，唔係可能冚興，唔係可能bully。是咯。特別冇你看你 physically 你 aesthetically，但係你講面啲逐碌，但係你講唔係講嘅你啊 aesthetically，你看你個你 physically，你個你變嘅鏡，看到一個頂高嘅小英，你審美觀。啊，因為我不要，但我被惡啫。審美觀啥？你知審美觀。審是咩審？審美觀啊，神係咩？我唔知，我唔知神係咩。審判嘅審啊！哦，神情嘅神啊！你 judge 啦，你 self judge 啦。แล้ว關呢？是關就是 concept。OK。關你媽嘅關。哦，觀點。你看個嘢變水冇水，關你媽嘅波比嚕。審美觀 OK。แล้วรู้กับกีฬาซาลุยซิมีกวนเนี่ยโอเค啊รู้當劍咩是定到我 feel 到講我當劍我係架我就講啊我係內心嘅架內在嘅架好事啦下估細漢嘅事我 feel 到講我家己我本冇屬家己特別當劍內心嘅架好事แล้ว內心你心裡面嘅架好事แล้ว變做一做你感覺到你看到你外口本嘅好看是我係講嘅就是成個 inner beauty 人嚟咯。冇我當劍冇，我當劍冇講。我梗係同佢擺咗咯，唔使講你故意嘅。大粒頭就不多。特別唔係真啊，水就講水啦，不要緊啦，忘記啦。你買你困。誒，等陣，咱咪講水嘅人，按照講人，按照。
一個歹勢咪都係咗，一個講未得，我想嗰陣時幾個數啊，歹勢其實。你話你翻出嚟啊，幾本找我㗎你講。阿龍，睇咩日台起來？誒，喂，卡夾，你俾我夾卡夾活啲哦，我留頂個卡夾。毛菇俾我卡夾，我去留頂個嚟剝佢。Actually，再講嚟。你別怪講，你別怪伊講嘅呢。It has to do with 人嘅 confidence。我覺得有 confidence 咯，我等啊 ，it's to do with 你嘅 self confidence。那是講你 confidence 無 high 啊，你嘅 self esteem 無 high 啊。你安怎水嘅人本，你看你我無拉沙水，掉本啫。但係那是講啊，人直來直老直 mature 啦。Okay， 伊人嘅 self confidence， yang self esteem 啊，較懸了啊，伊家己看家己根本我都唔是安尼歹看，你 understand what I mean 啦？都你態度冇 attitude 冇相嘅。嚇，所以啊，你看家己誒 angle 啦，無相 angle 就知哦，插甲伊無插甲你會 wrinkle 甲遮甲，你會摸甲白甲無摸甲蝦米，伊家己看家己本是袂歹看誒，你知哦。特別那是迄個囡仔做囡仔嘅時呢，伊人嘅 self esteem， 伊人嘅 confidence 較 low 嘅，無安尼懸，無安尼 mature 呐，甲安怎本啊？伊看別人比。哦，都係你人無伊安尼水本啊，伊看人水過伊嘅。即係即有一隻，我講我拄着朋友啊，伊甲 boyfriend 一真正愛打波，唔就是伊安尼愛打波咋？後來打波是，我感覺一真正吸死咋？後來伊打波是真正水，個書本，後來個優秀 ，it's like perfect 嘅咋？我無咩，就是伊愛呀，伊打波撈一刀，顧一刀，撈一刀，伊好，唔知幾哪隻程度啦。啊！就一個唔幫手就講，你行出去外口啦，打包排隊都要跌路嘅。特別伊就是幫袂落咗，因為伊 self esteem 無夠懸，伊感覺家己無夠好咗。但係伊真正水，伊個唔是講差嘅人咗，特別伊看家己看了，就講緊講伊看了家己 self esteem 無夠懸咧，伊直直感覺別人比較好，別人比較好啦，有一個打包愛伊就夠啦，特別打包都無愛伊。攞問梅話我哋做咩啊？tapi 這是我的 self esteem 加廣的。啊，你講啥？你都唔是 self esteem 喎。下面，這是我是我這是叫做面皮教龜刮擦棒。我教嘅古茶鏈，古茶鏈只教咩？我未使古茶鏈，讀下佢古茶鏈。那麼阿龍講你個唔是個做 self esteem 安尼，你知哦？係你是小欠債，一欠。並只是諗橋落嚟，啲波興未使。係你嚇，那是係你就是啊，人講啊，係查某目睭無個 stem， 冇講到 stem。無個 stem， 伊唔是嗰條 stem 看袂到咩？唔是無個 stem 都看袂到，第一個 stem。伊批夾袂出去，啊，夾袂出，伊無個 stem 了啊，甲安怎？伊唔是講看迄個人，迄個答波無水，伊水嘅事，伊欠伊正，伊安怎本啊？是迄個答波安怎？亞羅哩叻過伊本啊，伊本感覺迄個答波是波嚟。哦。伊幫袂，伊袂幫嘛，伊看袂出嘛 ，because 伊袂看 beyond 迄個一條，迄個一個幫啦，迄個我插幫啊，小教，迄個幫小教，伊看袂過迄邊，伊看袂通，所以你看只這咧吼，根本毋是迄查某無水，毋是迄個查某缺事，毋是迄查甫真正水，伊本是安尼款，本是幫袂看 beyond 迄個一個。迄個這是好個 topic 本啊嗬，或者咧你咪講成啊 relationship 安怎，唔是講水無水呢？即話地水無水本無，唔是講近日水嘅人成日看呐。水無水你講是到底 relationship 是做你成個前面顯啊嚇呢？對，然後係你水無水嘅，講係你 self esteem。係你 topic 就叫做目睭無個 stem。
即有只係你告訴佢咯，或者我講啊，你話嚟，我即刻講，冇講聲，佢即刻講。我寫起來先，我就冇講聲。我有只告訴。到底嚟講啊？咪對話講水嘛，當佢水嘅引導性，冇講聲。嚇 ？OK，我係只告訴。嚇 ，OK，我寫起來目睭冇講聲，乜就是講成啊？目聲目睭 ，OK，咱 continue 講水冇水嘅。OK，當然啦，就講我要聽查某講大波引導是用暑假按這款的引導。咱再講伊 range 較快啦，無像咱暑假無像款的嘛。咱講下查某啊，這個咧，我唔是講查某個，咱咪想請講嚇，唔是冇，咪想即講成個，咪想講個那 expect 是。干那查某甲會看大波引導，大波咪使看大波引導，唔是講有咩解困本咪看啊！特別咧使大波咪使 appreciate 誒大波誒好看嘛，成個查某咪是使 appreciate 查某，個表會為查某嘅性。我是甲看大波啲白嘅引導。啊，大波啲白嘅，我本我。咪亂人我啦。哎呦，咱咪借了擺第一啦。嗱，啲物嘅佢講話咧，很講很in啊。我就是看大波啲物嘅，一啲大波啲物嘅話是順啊，呢是引導。順啊。順只順嚟講啊。哦，但係咩事個成個大波咧，當今只興嘅大波咧 nerdy 大波清白嘅。啊！我就想去打波，我，梗係 track 到你，成冇上人是㗎。加工你是幹做誒？哎呦，你唔會話？嚇 ！Actually，你特別你。我講好你聽，一個古早我係 Godfather 教我講嘅物件啊。了。我用伊個係嚟 practice 啦。你講啊 ，practice 啦，就叫 practice 伊教我講嘅物件 put to practical use 啦。你講你係要看係個人是引導無引導呢？就是頭你看 physically 你是看 physical 後生嘅物件。所以你看 physical 都唔是大啲腳看起來嘅嘛，你是大啲頭看落去嘅，唔是啊？啊對，冇sometimes大啲嘢巴掌咁樣看起。那是講係你是路啊？係你個 important 嘅路冇得掉出啦。特別佢巴掌是大粒。阿 John， 你20歲時啊，你看人引導無引導，甲你50歲看人無引導啊，有 difference 啊，有 difference。你看，你看angle 啊，無相嘅，OK？是啦，古早我記，我媽講一句話，引導似只係把啊，是蝦米唔知我唔記啊，講一句話啊。所以引導係似咯。冇唔是，只係把㗎，引導只係把。你看較假變巴掌嘛，是很正咯，巴掌嘅位。巴掌，撞一隻巴掌。嗰個是梅話講，安怎看是引導無引導呢？當今你俾我看 from the angle or physically 十幾歲我50歲。當今我咪講 physically 啦 ，physically。所以你所以咧 set 這物件，我 especially 在一八嘅嘢人啊。你八隻呢？成個你 companion 係什麼嘢？你看到伊個時候，你再講伊唔是 physically and 到過隻人，特別 there's something attract 你係一種嘅感覺啊！別人身軀無彩比較好看，滿好嚇，你好看一隻對貴嘅咋？然後你實在拔掉嘅是係你 attractiveness 無相咋？但唔係講係一種。咱講 physical 就好啊，係你係一把隻看到，愛，我是買的，睇你。
安尼看就是看到位伊穿衫咯。哦。那是講係你læ啡，我就冇看過。那是講冇穿衫咧。冇穿衫，我免看，嗰個免。跟他清杯。誒，穿身軀水水嘅喎，伊係隻墨水一粒一粒嘅喎。講緊未好勢。啊，大粒頭一粒未好勢。我唔是要叫伊家嚟做顧理嘅表記。係咧，大粒頭你講咩？講緊穿衫 is。我看我 perspective 等下，英國中到啲背結掉，英國中到啲背結掉，拍出嚟，啲撈出嚟，你做咧多聲嚇？哦，即係嗰啲嘛，金先生，即係金先生，誒唔是，我你 brother 呢個，唔是，我係哥呢。แล้ววังตองก้องซุยกับอันดาว點講อันจ้าหรือ是咁嘅อันจ้าซุยกับอันดาว啊我未參แล้ว啊嚇真係誒等陣當頭我學係夾屎啊冇得當頭我俾學你講就係成啊你講點而家是俾 keep 背記啊你講點我俾每碌快你話曬你感覺你當劍嘅時間好看還是釘刀嘅時間好看น้อย想夾屎咯我細漢嘅夾屎他那本個嘅夾屎啊對特別安尼看我有一個物件要講甲英國中了哈咪我有一個有幾個人來甲我講一項物件所以我未講互你聽啦講回來你要聽打波我係查某攞行㗎啦會聽啦一個 opportunity 英國中後生你聽查某講後生係打波講打波講後生嘅啦打波講後生有一個打波甲我講啊伊真看英國中真正緣投真正心中 OK 所以呢次請埋冷來是冇有哪裡哦哪裡我冇插伊是請咩甲目睭無關意思 OK 係你是意思係你我無關啦這是我講互你聽呀先是講你夾事所以我講互你聽了查某捌甲我講過那是英國中啊暑假查某哈我頭一個排隊我冇聽過對所以哈我唔是我一人聽過呢這個物件我講互你聽所以英國中你唔是夾事啦講聽學生但係我人 before 你來時我人講 about self esteem 冇啊！我細漢嗰陣我係借塔摩卡借個阿 John 啊，特別睇下你看，我係嘛？第一睇咩啊？咦，特別看我，弟弟看我係塔摩卡，你弟弟綠魔啊！因為弟弟耶，你講到先，我咪是，你再望古力club呀？啦，actually 我有想啲 Korea，即係你叫咩？implant 頭毛嘅製毛，我想會做本製毛，但係冇辦法咯。我冇逼製毛誒，係你啊 hair weaving 成家之類，我想達到3米多啊，達到3米多咗啊！特別依啲你製毛嘅話，以為是攰粒嘢啊，粒嘢唔是啊。Another 嗰一個 example 製毛就是碰觸咯。碰觸係咪？碰觸製毛嘅咩？錯，碰觸啦，是有 certain country 嘅頭啊。依毛嘅咧就製毛啊嘛。依佢頭是製出嚟嘅咩？碰觸，我唔係聽佢叫碰觸。要呢頭毛，其實要呢頭毛。應該是有啦，應該是有啦。That is the term you use。你教唔是立木嘢咩？哦，我叫碰觸咩？我叫嘅啊，碰觸是。碰觸是你叫嘅位叫。哦，是我未叫啊嘛，我講好喺邊啊，我諗我叫咯。碰觸，夾碰觸。即係碰觸嘅所在是，你是講美國還是北韓國？韓國有咩？韓國都有碰觸。北韓國。美國。
美國啊，我講哦，美國啊，你講是美國啊。我講是這是我叫嘅呀，碰觸。嗱啦，你叫碰觸嘛？我死我即係都係 topic 兩隻都講幾隻碰觸嘅。你那是講出嚟美國嘅呀？伊講伊嘅頭毛是正嘅嘛？哦，伊講英國大陸頭面，你英國碰觸是得一個。誒特別，你喺會面你寫出嚟頭毛是正嘅嘛？哦，冇啦，可能是正啊。冇，你是頭阿妹嘅毛。染了豆製啲頭整嘛，嗰時自己嘅毛嚟正毛嚟嘅。特別你製了伊未寫，你知冇？冇就講是一熱燈了，一條條，and 款熱燈了嘅，我有去嘅 consultation 咧 ，because 我會做嘛，我有去 consultation。佢哋是冇成啦，佢哋唔是 hair weaving 啦，佢哋是 follicular implant 啦。我老嘅。對。 Can speak English 啊？冇去，佢哋嘅製毛，但係伊講嘅是去豆毛，真係。我講係製毛，佢哋用一聲都製啊！OK，我明白。但係但係 hair weaving 是去豆嘅毛呢，去豆呢。哦 ，hair weaving 是豆嘅，豆毛啲咧為毛嘅，一味聲咧。我講係製毛，一聲出嚟嘅。特別豆咪有堅，豆咪有堅都唔使特兜廿厘去加。OK， 咁我 OK 啦，咁我唔會應該講 before 走嘅 before 背嘅時就是，如看安怎嘅引導，啷個引導？安怎嘅打波是拉薩只引導嘅 ，physically 就好啊。哎呀，我見就講啦 ，because 我冇夾別人上嘅啊，就係我是夾別人一錢就嚟嘅，我係。我看有會嘅人較緣投，我看人病會嘅我無算做緣投啊。特別你是拉薩就無 attractive， 特別對你啦無 attractive， 你無 attractive 對佢哋人啊。特別你會在講伊是算做成個 general standard 嘅。明白啦。OK 啦，有嘅人我看我會見到伊。較緣投淡薄啦，查某本相啦，你會看到伊人緣投啦，特別無 attraction 啦，伊唔是 attraction 嘅是，你會看到伊成個真正緣投爾啦。你看啦，像個迄個意大利嘅painter Caravaggio， 伊甲了伊人，甲了伊畫嘅，甲了是真正緣投嘅，因為伊人嘅面啊，真正我唔知啦，伊做伊面甲了真正好嘅形啊。伊個形嘅 proportion 佢了真正伊夠做啦，所以伊個目睭越寬，伊個鼻孔越長，伊個喙越闊啦，安尼款啦。咱是唔是講symmetrical 入邊就是較水嘅？本是唔是 because 人 scientist 看你若是做人嘅 human 嘅面上 symmetrical 啦，人本是講無咁樣水啊。你特別淡薄嘅 symmetry， 所以上家你看，你係頭毛啊，你做八點卡一邊啊，有人講較好看個成家你係面攞邊上。I see center 八點佢 middle 中間八點啊。然後你看 Roger Moore， 真係濟人講 Roger Moore 真係緣投 ，especially 伊較少年嘅時啊，伊嘅面啊，你看無 symmetrical， 伊真係研究安尼看。即係你話做啲，即係你話做咯，真係研究你看，所以人看到咧講，哇，真係緣投咯，夾雜咯。所以唔是 symmetry 嘅事，是伊個 proportion 嘅事。แล้ว當今แล้ว講話你自己 personal 咧 ，because 我在講那個人嘅 taste 就無相噶嘛，所以你自己 personal 嘅 taste 嘅是安怎 attractive， 安怎看上，但係你講較老較不會人，較會人啊，好啊，成個是有成個講有個蝦米別項嘅 element 呢？伊些特別是伊入邊。了脆皮胖胖有膠些，了白毛哦係咪啊？真係 John， 你都講係咪 DSL 嚇，啲 lip 嚇？dick sucking lips 對。
呀，梗係錯嘅咯。DSL 啦。你是講成個 Mick Jagger 啊，成個 Mick Jagger，No Mick Jagger 嘅 Mick Jagger，我一隻 plump 唔是講安尼呢，伊 lips 係 plump 係成個，但我唔知。我別講到聽你係美國嘅頭啊，伊係你係美國嘅頭，伊係 lips 嗰了真正無水，成個查某嘅，你講唔是講查某嘅無水，特別查某嘅lips 學嘅話是咩？吹頓啊！吹頓，你若是學打波查某嘅吹頓啊，真正合適嘅。上個查某本查某學打波嘅吹頓啊，你若是學打波查某嘅吹頓啊，真正合適。學話啦，話成啦。誒，講到吹頓，我到細漢個大漢講吹準嘅喎。有啲冇上橋嗎？冇上橋嗎？我是吹頓。你講吹頓啊？แล้ว我怕住。你就話講嘅你 DSL 咪是撳膠頓咯？撳膠頓，唔是塑膠頓啊！哇，ini lagi pandai. Lu bukan lagi pandai kok,塑膠頓。哎呀，我咪叫DSL actually 是叫做塑爛頓。冇啦，撳爛頓啊！好。撳爛頓掉。แล้ว阿摩一個一個啊 KLD shit eating grin。Yeah，係咪啦 ？shit eating grin。這個是，冇啦，這個是，你知是咩意思喎？你看到人伊話你做食物件真正歹，特別伊真正歡喜做嘅啦，所以淡薄 guilty， 淡薄歡喜出來是一直笑大，你知係你是安怎看啊？人叫伊安尼看 shit eating grin 啊，間嘅笑掉，嚇，但係 accomplish 嘅物件人，嚇，對，上加伊去。成個我只上這物件啊！學嘅打波，去 cruising 嘅時啊 ，cruising 了去嘅打波嘅戰經了 ，score 了嘅時出來嘅時，有一個 shit eating grin 咯。哎呀，你咁咩波嘅好笑啦，John。你 example 就 extreme 嘅，即係覺得你吊攰啊要。我啦，我是講是準嘅話嘛。OK。往上線。但 OK 開車你乜做過物件啦？潮是上你可能食晒潮。冇，個快死。哦，到見冇到對學大粒頭，大粒頭你 original 你咪講嘅時候咩物件？冇，咁啊，就講情沙。對情沙嚇。So my cautionary note is 唔講大人情沙，人有大人情沙水 like 打波啦 ，look handsome and all these things， tapi 伊 background 都是上個人嘅。or either background behavior. That's why 我每一嘢是講 physically 呢，冇插伊 background 咋。That's why 我每一，that's why 講情殺。上個有一個 Malaysian 話白嘢，伊真正緣投，伊講話阮教講話，了伊會家己唱歌 and all these things 真好誒。你唱歌誒時，咁了you see all the 少年查某咁了，上個歡嘅女。Tapi because 我把伊 personally 伊 behavior 係真係難。That's why 我當見我咪講 behavior 啦。真係健康。咱這禮拜 discussion 咪插 behavior 人明白哦。啊，你講人明白是，你是講 physical beauty 就是講外口看起來是你話啥，安怎是安怎是係你。一個有啊，等陣我介紹，我幫你教我只拍廣告啫。我講馬仔 Beach Street 有蝦米物件啊？馬仔 Beach Street 有蝦米做老抓時啊？禮拜就禮拜不有誒。哦 ，OK， 我係知道明白物件。咩股啊？不，伊白迄個 succulent 啊 ，succulent 就係咧成青咧長葉啊，然後伊做無相嘅款咧，嚇？刺球，刺石林超啦。
哦，succulent 就咪就成人蕉咯。唔是成人蕉係咩？成人蕉是 cacti，唔是 cactus 係咩 ？succulent 係啦，succulent 就是 cacti 咧，咪樹主係啦。我鬧嘅，冇似，就住入邊嘅來見啦，就應該掉。你亂真係亂呢？你亂，幾好啲嘅。你講咗呢隻雞頭先拜內啊！哎呀，有 baby 那邊這邊啊，這裡唔是 business lounge，這係成個有地板嘅呢。你是見拉 lunch 嚟？你喂知道下邊做你 succulent 嘅獎，所以講下叫你邊啲學嘅人嚟支持，即係叫我拍廣告可以。所以人 YouTube 條聽到人啊，嗰一邊嘅人啊，嗱，講落嘛就去必須去除位置，你一個翕相應該幾好啊！伊是係咩嚟？講伊是嘅嚟 CI 啊？哦不，伊個嚟 succulent 是成個插成個 cactus 成個款啊，伊是青長葉啊嗱呐。哦，我唔不過佢哦。哦，係咯咪去除伊咯，แล้ว伊是做下面，伊做冇成個 Valentine's Day 是做下面可能擺到啲 office，你知嘅長條免效果免掉掉壓住嘅，伊成個 cactus 成個一直搞數住嘅，แล้ว為你會簽人哦，尖哦。冇，嗱，所以我講是 cactus 啊，特別伊是女嘅葉。無相裝無相款的啦，特別伊曉較就是即青了嘅是，安怎我可能看？是個蘆薈嗰啲係是唔是？啊哈，對，差唔多成個 aloe vera，你看對 aloe vera，啊對，aloe vera，差唔多成個 aloe vera，特別細長嘅，伊細粒盤嘅咧。伊是一種嘅 cactus 嚟嘅，伊是 cacti 嚟。哦。誒，當然就事件啊，買咧係啲 office 嘛，伊都面一禮拜壓一刀斬嘅。我知就是我知就興趣嘅，伊家己做真濟，之後家己做啊！我咪講，你做呢濟啊，你冇嘢㗎啦，你哋做緊你哋擺，所以喂嘛，可能你唔要去背，所以伊當今去擺大去背。啊！我可能看，唔知有看到，特別冇啦，我知做啊冇效應，特別是啷，若是講嘛就係 Keep Street 咧，現掉嘅人啊嚇，若是講錄音即聽八二都唔通 Keep Street 就嘛就係死。你若是八二聽都唔 Keep Street 你知，就是當佢十個名聽，人家 Keep Street，OK。你嗰陣時咯 event 咩 ？I think 有人講禮拜五嘅，就禮拜五。哦，下邊這邊可能見。哦，我講聽你人話知啊。你人若是有氣人係，please 翕相影係嘛？你看喂，紙咧你咪就係紙上再看你看成個話前腳頭毛就是啊。你幾前邊咧件 T-shirt 佢啊？啊對，我咁嘛講就係咩？你哋硬嘅啊，你哋硬嘅事啊！等陣，我哋燒佢都拍定兩隻兩個成講死。你講我俾講安怎打？怎麼講打波看打波人打嘛？我俾講俾聽打波看打波人打嘅事，你可能人講水嘅事可能。啊！我看到三日拉真潮所講。我是個亞洲人嚟。我本事，咁我試啊。แล้ว我จะสุกะว่าอะไรอันนี้คนฟงเย็นเนี่ยอ๋อ我本事 no sorry 係咪你唔是係咪我 OK 啦我是個鄧能面唔是鄧能啦I mean 亞洲啦成個冷係呢蒙古料嚟整嘅是แล้วบท我非要講當今伊單人嘢嘅水咯對我是個無定順咧我非常定順啦係個90年代時隔咗人去刮目睭嘛係你當係 Korea 邊就啲刮特別 actually 我自己個是個無定順嘅 Korea 邊我們是個無定順我們是個無定順是大部是定順都single是無定順咯有啊冇嚇，我們是個無定順嘅喎，那是亞洲人係咪咧？特別我是無非，我是個我們是個無插下面人，你看巴掌啊！我看巴，你有巴掌就係使啊！OK，就係講亞洲人了無是個無定順嘅了。แล้วว่าไม่ควรรู้หลังอ่ะ like เองไปตรงกิมจินจะเจตาปออีหลังคี
gym 健身嘛，有人会看法是虾米咧？哦，嚟是本去 gym 練嘅真係大。但是講我冇想我當叫你半段咧，我都去練咯。因為我只半段時，我今日叫我自己練辛苦嘅，點先去食嘛？都有嘅啦，伊練得鬼熬出嚟啊！伊面啊，係咪款啊？你本感覺講就純白嘅，好看嘢。哦，我係有 feel 到咯，人講成個輕咯。係咪係？跟住只成股白頭嘅，伊頭白咗，伊成股嚟之後咧，所以伊成個輕啊！伊成股，你買手機換你就買手機換你就，即係有淡薄 shape 咧啊，甲伊樣嘅款嘅啊，我係感覺伊都冇你有經驗咯。哦，伊變身冇去啊，咁冇去咯，冇你有經驗咯。哦，這是把就打着 step 咩？啊，這裡是打着 step 咩？這是配是耍嘅咧。你夾唔到 country 啊？夾唔到咧。講個練身軀學有 muscle and 加水 and all these things。Actually， 假使我冇錯啦，假使人練身軀對會曉練嘅，假使人亂做練嘅，伊出來冇水嘅。嚇！對咯，伊超上大隻嘅啊！我講嘅。你家己亂做練嘅啊，冇水嘅。你對假使實你別人有 personal， 實美國這邊你請 personal trainer help 你練啊，然後你出來水啦。你家己你去 gym 練冇水嘅出來。我練出來成8萬一粒。就攞係攞去，แล้ว我ไป聽就บอกบอยลิง辛苦我是個看大 boy shoulder 咧，我冇是個看6粒8粒，成咗4粒個。pack 些，冇，我冇是個看這個。哦，這邊 shoulder 跨，你 shoulder 也 chest 啊。嚇 chest 你咪多粒喎。啊，多粒。哦，你咪多粒零啊，咪大把多粒零。依咪係叮當嘅。依咪 six pack 又係2 pack。唔係啊，係 camel。係咪 camel 係咩？駱駝啦，鵝粒嘅啦。啊，你見你啦，駱。哦 ，OK， 所以是咪？你是個大波係 chest 啦。是個大波 chest， 然後個有伊個 shoulder。我本身是個 shoulder， 我講聽啊 ，shoulder 啊，我個冇咩關，是個頭整個冇咩要緊啊，後背嘅 shoulder 啊。Oh my gosh！ 我說你看到後背 shoulder 係，你就是講後背 shoulder 水嚟講係，啲其他嘅筆啊都是 OK 本嘅我嚟曬，特別我是咁樣看到後背係，如果你看到印出來是成 T-shirt 印出來是一輪暖流啊掉去。他就真係要請，就覺得水嘅啦，然後 chest 上水嘅啦，請啲褲。真正好看啊！對，因為一整闊咧是依較用較細嘅，唉，講到腰細，我特別去吹隻，會去搞跳搖。我elbow 係本是就話拍本是好料嘅。elbow 啊 elbow 哦，即邊啊，你是講正 forearm 啊？這邊啊，嘅，嗱是講嗰邊大基本啊，只係人做面有辣嘅啊。唔是 elbow 啦，這邊你 forearm 頭。啊，這邊嘅 muscle。啊 ，OK。即係看做落地人啊，做落地人，超正就大機。等陣我本面打波即係火車咧，火車你感覺到打波面啊，安怎是水人道咧？你話殺掉安怎係面是人道安怎款？梁朝偉。梁朝偉道 ，OK。梁朝偉是正面咧，係咪嘅？梁朝偉咪是當人面伊個白椒，咪是。特別有啊，伊 actually 有雙眼皮，有定順嘅，特別單眼皮叫嘛？金城武咪是咯，我是個看。哦，金城武白椒多金城武咪是成個擼白椒咪是多粒，未怪啦，看到個其成個嘅呢。等陣我妹即係
啊，来，面打波人打嘅面呢，除了成個嘅佬呢，你若實想看到打波人打面是安怎呢？隨住成個綠色嘅明星嚟邊係，但係你講安怎看是若實？啊，你講人打應該譬如講愛夠慣啊，淡薄超啊，你講了目睭定算大大條啊，目尾夠夠。那只看咯。什麼belajar？那belas belajar，是不是？當然可能皮卡關到邊個來看皮卡關，未擺本啦，學鄧人。你把自己一切出的時啊 ，YouTube 出的時你再去看嘛。啊，我這個都講下 David Beckham 啊，是咧。David， 哇，成 David Beckham 咩啊？嚇。啊，你看我特別解偷曬名咯。哦，你是講成個 David，特別係 again 人嘅aesthetic 審美觀係是即係人是 skill western 了啦，啥？成個看阿毛嘅水就是好看。冇啦，冇啦，皮光管啊，皮光管咪是阿毛個皮光管啊嘛。對咯，咱就是無嘛，變做看了伊人加水啊，加輕身嘛。就是有可能咱無嘅時候，咱看到垃圾伊較好看。是啊，你看咯，應該是咁樣講咯。但係 anyway，แล้ว身軀咧，身軀第好是有 chest 啦，有 six pack 啦，肯是第好啦。哦，哇！你嚟講 chest 一做你更加好啦。你多兵質兵啊！啊，對，誒，攞粒啲做，肯是第好啦。夠聲。哇！這個呢？誒，我喂，我行未？我係講隻行未 ？Because 你講啦，即係人較想講較 Western 嘅人，西人。西餅阿摩啦嚇，阿摩人較好看是因為人頭先有 TV 嘅時，了伊個 media 嘅 advertising 嘅時，咁了是較濟頭先人看到是阿摩人較白皮嘅人，所以我想伊有影響人嘅審美觀看法嚇。看法啊，伊會影響人嘅看法。成講，你若是看到阿摩人啦、白皮嘅人，伊人較好看，較人家己嘅人。安尼誒意思啦，成個伊馬來西亞嘅咁本講，睇下你若是要拍廣告拍廣告，你都要用人本地嘅人。較濟，特別吹本地人，好似吹尋整嘅，特別吹尋整嘅咯，拉薩掉。成個你話，成個上地嘛，上菲律賓，本是唔是伊個配嘅色，你知無？是你細漢較大漢啊，你家己想啊，你細漢較大漢啊，特別你看到人講水嘅物件，還是你看到 model 啊，你較了是山嘅人，所以你大漢嘅時，你 automatically 想講山是水啊，好了背是較無好。Actually 唔是安尼款嘅，你看人human beings 較了是蝦米款嘅型嘅本有啊，你若是去海見，有時你去無青山嘅海見，你看到人是蝦米型本有嘅，蝦米事你都別講，家己伊個山嘅，甲伊個少年嘅爾水。是因為你細漢甲大漢，你看到 TV 啦、advertising 甲了，你是看到山嘅人甲少年嘅人，你無看到較老嘅人，你無看到較肥嘅人。所以人袂使干那想講山啊水少年啊水，老人本水，肥嘅人本水。但係我是講，嗱你當你當，咱咪講法律啦，咱係邊啲學嘅人講到啊？但係是但係我哋講就微微娃娃嘛，少年時微微娃娃嗬，伊是話曬伊肥嘅時候，伊較水嘛，伊個，所以咱特人嘅審美觀。無相嘛，我本是看伊本是水款本，
等你較老嘅時，我對伊咯。你呢個我聽到，我被記住。你話我冇聽啦。記住了啊！我個隻字啊。你話我冇聽，你計講咧就聽。啊。一直試下啲咯，誒，國點講嘅啊？嚇。OK，當咗，咱講查某嘅事，等陣我未掉蘑菇咧。嚇。安怎是對你看別你搭波引導好看嘅面是安怎辛苦安怎？未曉看喎，一路來吹，本是上架就是會車講嘅老舊面嘅了嘅喎。冇嘛，我 feel 到 Alex 都冇。好啦，邊裝又是心水啦。係啦，特別咱講成日講你頭一 first impression 咧，成日咪講。但 sorry 啊，我特晚食咁菜素特別崩配。十個咩崩配？你講阿龍都崩曬好未？我就估得蠻少了。一定要生咧，當見。阿妹成日被春嘅，估嘅估。我成日估個馬路。蘑菇，你哈，咋個？阿 John， 你 confuse 人呀？呢，你對愛妹，你會answer 就是，你看下咧人上加一個 picture， 上加一個 art 安尼，安怎你 appreciate the beauty， 你對愛妹安尼看。你把人會甲你講嘛？你當見梅人下面物件較水，若是講你梅我安尼，我本來就講我看心較水嘅嘛。不，那是腦裝啦，那腦裝嚟的，這裡是看心水，這是看。你就愛講，你看迄個人水嘅，上加你 appreciate 一個 picture 安尼，啥一個 art 安尼。哈，所以迄個人把你甲你講，安尼看嘅 the aesthetic aspect。特別我是被 challenge 一人嘅，我是被 challenge 一人講嘅，你看你條時曲。樣是賣講人無水，你有佢講，有時我是咪就係講，我被 challenge 想講咱看到人們好曉 physically 咧就是有 something， 但 physically 曉到人嘅身體本無像嘅嘛。對，特別是當今安尼款就知哦，你安尼款講曉，伊是伊嘅意思，你問伊嘅意思，伊聽到了啊，伊答你。That's why 就被 challenge 啦，就被再講，當人講水曉，特人成時成 jump 去 in the beauty 成 ，because 人對 train 就想講，你唔使看人講過口無水，特別 for 呢個 topic 我是被 challenge 講，人看水無水有兩個，就是 physical 嘅 beauty，跟住你是無像，係一種 feeling after over time 你 develop 嘅 feeling。係啦 even that is relative because 上個有嘅人。suka abstract art 有人無suka。對，但係我認為伊人家己 opinion 嘅，唔是講若是你講 art 嚟講嚇，你係講伊是 abstract art，還是impressionism，還是咩無相嘛？所以這是你家己啦，實條講哇，看到我心跳，引導嘅，蘑菇，你是變你辛苦。我 suka 佢講邊嘅喎。哦，嗱，是個無相啊。嚇！所以你所以頭一個是伊個比較成個背記掉啊！你睇你喎。哦，你看到一邊是攞嚟坑你啦，冇比。應該是可以比較真正比較真驚人就對了嘅。佢驚人個。嚇！了過了一個回聲了，感覺到伊就愛真正懸。哦。嚇！伊就愛懸過我。哦。所以咱就夠懸啦，差唔多。啊。你只管啊！咱就夠怪咧，拉伊啊個183、184嘅那款，所以吹掉，但係吹掉咧就感覺到伊較搖鼓淡薄。搖鼓係咩意思？駝背啊！行路身軀歪啊！嚇！你感覺到講啦，你感覺到不是一個水嚟喎。哦，我是只水啊！你話佢嗦嘅壓隻地見到對。哦，咱講嘅物件愈來愈像個壓安尼款嘅。係啦。perspective 無像。對咯。了過了，到一個回事了，暑假面錯嘅喎，無愛骨了嘅喎。哦。假如嘛是假一間想咯，這不這就是啦，面愛錯嘅咯，所以按照講愛面錯，不有關係嘅，是感覺到講。你做咩爭掉一邊是應該係掉本嘅骨？唔是，感覺到講
較 secure 淡薄咯，驚較無輸嘢嘛，可能輸嘢。So self esteem 啦。浪勁硬勁波文經就衰有人找佢。誒，等陣我老焦。tapi momogu 係你是人都講呀嘛，水無水是 relative 嘛，有人 suka 安尼吸事嘅，本是槍。本是槍，對。誒，掉半啦，tapi percentage 較少啦，冇安尼。喂，老焦，這老焦係心嚟啊，係心。歡迎要咯。哇！來了！哇！講你 end 到，講你 end 到很死啦！講你 end 到很死嚟。你自敗啦，我冇 end 到。你個之前300集內人就講到 end 到啊，水嘅直頭出現啦。有水咩？你嘛水？我講笑。但 at least 我 self confident 但係我become shy 咁看到，冇 actually 我講介紹我聽我唔是我 become shy 但係。哦，他那我冇รู้จัก係什麼 band？呀，對。呀，我對路啊 band。你講係什麼咩？啊，你對路啊？哈，我特別看伊 video 真係好笑嘅。But anyway 我講聽我係我係這裡是我冇皮康嘅曉是我一直在 camp 是我我唔知有影冇影，但我知道對呀，像 capacity 呢？伊是 cold remedy 啦，唔知有影我老官同我講有影冇影嘅時候唔知啊。我頭日去冇皮康嘅，我想我 feel 到我成個被條感嘅時候咁樣用。OK， 但係你家屬家叫對哦，係咩嘅？好啦，你家屬家叫對，那物件是叫對嘅物件。哦，對嘅物件。我阿總嗰邊都好多看一條小影啊 ，actually 我用我係 screen 嚟啊嘛，我邊好多看一條小影，但係夾人當然講啲咪有淡薄關係啊，誒我講啊，你轉咗隨時啊，等我吹準嘅短啊，你拍呢是短掉唔掉誒？短是掉嘅，特別掉啊，短是掉嘅，吹短。誒，那邊是吹配，吹配是邊啊？吹皮是 BB，我吹皮是 BB 是吹短嗎？誒，但是我諗冇是叫吹短嘛，掉啦。哦，就是叫吹，把閪咩叫吹短就我咪看就係叫吹準，有人叫吹準啊，未必是我家己一人想講關係。我唔是，我同佢講因為福建話是第老嘅，其中一個啦，第老嘅感覺嘅話咧，古早是較濟 V 甲 T 嘅音嘅，真少 C 嘅音嘅。哦，咱拿來拿嘅。推短是正嘅音嚟嘅，較古嘅音，特別一隻咧，轉變出來嘅。哦，特別係咱拍字是啦，我拍 DSUN 呢，羅裝本嚟使，應該擺咧，羅裝本是當叫有人講嘅。OK，我明白。你講咩？華為你跟羅真係唔會。Sorry， 是我係大到好。我看，你俾好看咩？我俾人將我都看啊，就我未記。Share screen 嚇。你嘛好 ，share screen 嘛 ，share screen 對，然後 choose 嘢，這裡哈。OK，你看到兩條聲，看到上人嚟咗，上大波嚟，這條聲你可啲韓國啦，你規個都唔看到嘅。這兩條聲咧，討論呢條就是講let's get married，something like that 啦 ，let's get married。伊因為真係人無大波朋友，無雜波朋友啊，因去 social dating 咯 ，blind date 啊，係咯，撥有 center 介紹大波，介紹雜波何人嘅，因為真係人緊張講，誒佢舊年咧我全部人喎，都好啊，舊陣時啦，尋日斷未咧，所以嚇，安尼講有一個人嘅 center 咯，人嘅 service，古人真係事件啊，就係呢，所以我搞表講為咗咩？我表一時古人嚟，我講我。matchmake 嘅條，我就俾咗個人咧。伊講我，你話個人打波，個人打波啦，但係諗數界款，真係哇，真水啊！你係嘅嘛對唔對？特別啦，講到教員啊，一會去做人嘅能力。哦，講到教員咧，所以伊講我之前我講過，伊按咗出嚟，佢哋就冇佢哋打波是 just 都好呢，因為
你講到教因咧，個瑞人是無吹，真正人道真係水嘅。哦。所以講，即係打波，安尼款裏邊咧，嗬，是第一隻韓國嘅查某愛嫁人嚟。哦。Because 安尼款真係安全。愛鋪咧？真係安全。你講安尼款打波是真係安全嘅。都有愛教因嗰啲，有做辦嗰時 fans，有時候我係想啊出名嘅明星，我真係鬥就水。誒，等陣 OK，我接半地咩會啦？有，毛毛菇。應該是毛毛菇。我出來了。應該是伊嚟。Actually，喺呢邊咧，就是喺韓國嘅查波嘅了呀，跟韓國打波嘅了有毛毛菇嘅 jeans。有毛毛菇嘅係咩？毛毛菇嘅 jeans。啊，做關我咩事？我多數他出視野啊！你吹下你入視野一個安全，咪先。即係我叫佢冇 cap 事喎。有時真唔是講自己人鬥，唔是講就水，咁都好好嘅。對啦，卡。Down to the earth 係咋啦？啊，係咩？Down to the earth 啊，人講嘅。哦。都，你講接條廣告是掉嘅啫，因為韓國嘅查某落水半好啦，一愛夾打波咧，用吹人哋款入面。我未諗，即係 actually 打波邊講實，意思係 above average 咯。但係伊唔是人鬥嘅咯。我未了。你喺韓國打波冇驚咩？去吹你水嘅查波，然後伊咪是驚。啊，那就是。That's why 即係話接邊出嚟嘅查波，本唔是講水嘅道路嘅。你講故事嘅 anecdote 咯。都係你水嘅啦，冇人愛啦。Actually，你看啲查波怪水本啊，唔是講，啲查波嘅水。即係查波食泡湯牛咯。泡湯鳥。啲狗咧就泡湯牛啦。特別我rasa 這裡是水喎。Yeah。我rasa 這是水，但是喺你成個卡。你打波面都有泡湯嘅，佢嘅咯，第十每日特我哋執呢啲嚟講起先。哎呦，按照 echo， 嗰時撈咯。冇啊。明星嘅集，哎呦，住echo 是住啊。啊，成個是。哦，到底係你有嚟不拉真機？你啊，好彩。你驚掉落？我大班是啉茶，特別嘢呢，人哋我冇來嘅。誒，等陣，咱實當佢講點話正其實特別，咱冇講到查某嘅水果，所以我俾到對佢做 continue 講啊查某嘅水嘅特別。所以當咱講即暫時成個引導成講咧，特別咱阿未了嘅時，你我俾咩咩同人講，咱咁晚咧想對方會鋪路，還是俾教應？嚟傾教應。你成你看啊，你是咁晚人看了被鋪路嘅咧，還是人看了被教應傳播，還是被教夾路嘅？就阿龍鋪了，我鋪嘅。啊，不拉真嘅，不拉真嘅。誒，我冇變被鋪時候，做緊。愛搞你困嘅，你愛可能搞你困嘅，嗰時搞你教應嘅。有時講你愛水啦，有時講你真係水啦，你是希望水了，可能搞你教應，嗰時水了，更加愛搞你困嘅。唔係啦，又被困嘅啦。教應啊，嚟教應係做咩呵？你做人道本來看小姑本就買來是看伊個無人嘅水掉。誒，但教應係做咩？一次就搞到好啊！特人上嘅啦，你看你頭先看你以前隻水，前隻人道，然後姑姑嘅時你看你上邊小姑了，寫了，嗰時前隻冰小啦。人家破洞，啊！就木了啦。你蔡心，你係水看啊？你是被學人看了，被鋪路，還是被教你教應？我個少年我哋我是經鋪嘅啦。啊 ，OK。แล้วก็ปลาจันเกเล่ปลาจันเกไม่เกี่ยวอ่ะเหรอไม่สิปลาจันเกอ๋อบ่ปลาจันเกเจ้าปลาจันเก好像是看啊ไม่จีไอแล้ว會車รู้鋪จะบอกไม่是這裡 boiling 咁低教應呢
哦。誒，冷慘啊！咁呢個大幫是講上嘅物件，嚟等會了個係個即係十米辣針嘅事。我攞你本愛喎。唔使，咪記住你，咪記住，我就係第二你睇咯，咪記住你，我教應嘅。我教應嘅。所以你今晚呢邊掉成日不了我拍戲咧是兩人會咁樣教應。但是講你 OK， 我學你隻 example， 你當見未變啦，但係是當見上水啦，嗱咁樣看你咁樣咪咁樣教應喎，未鋪路呢喎，แล้ว你今晚做喺呢邊冇水氣啊時候，所以人愛咁樣教應哦。我之前有經過อันไหนควันเนี่ยเฟซตัวสีฮะ所以人家了解你看咪講話啦 OK แล้วไป啦This is beautiful people problem 就是咯，所以人嗰陣時喺你講，哎呀，但係諗我哋話佢係講困哎呀，我想水了啊，我特別做一個 caption 人波，人家教我教應啊。我未使，我面攰攰咧，我特別成日咪一隻聲出嚟咧，講，但係諗冇講，我似咯名我都好。人家水呢，你bully 什麼？แล้วแต่ว่าจะ講，你看你個技術款是不可能鋪路，是不可能。不係人教你教嘅，這就是教演嘅啦。哦，其實雜波冇成日梳化，雜波咁樣講嚟。毛毛菇，我講了嘛教演咯。唔是講教演，就是做落咪嗰個嘢嘛。แล้ว當日我今日มี Skype 入邊嘅人，我再講冇大粒頭應該是冇 answer 嘅，對，大粒頭。Middle ground， OK， 你แล้วก็另外一間我想法就是鋪咧有好甲無好，好咧 of course biological， 不好咧 is sometimes 你想是頭髮咯。小成日你講啦，成日一間什麼標準咧 ？Even 教英文是想教英咧，好咧 of course is stability 咯。Tapi bohong is boring. I mean, ujinya si factor lah, lu jadi siapa. So either or is what I prefer to see get middle ground. Okay. แล้วlu tak payah mesti middle ground. แล้วก็另外一間只lu ไป揀咩咯？我派講我這裡 too much information 咯。咁樣計咪啦，你見再。嗱是講特別經濟理啊，計是經鋪啦。對，呀 ，OK， 感謝。這禮拜咧就當然 continue， 真係變咗個嚟 topic 其實啊，知道 ？OK， 嗱各位就感謝啦，這禮拜在收聽，這禮拜因為特別嘉賓咧就是加工啦、蘑菇啦，個有。拜拜。個英國中啦，แล้วก็ซื้อกับซื้อสมัยลาจันนะแล้วก็หาวเตี้ยวนะแล้วก็ปอยาเล้งอ่ะก็หอยเชีย啦ก็ลาจันเกแล้วก็老椒政府部端嚟咧係上แล้วก็ตอนที่ Skype 合併有新椒這加老椒獨立頭感謝拜 shit我咪是對 stuck 佢隻新嘅 topic 咯 OK 我可以 stuck 佢新嘅 topic OK bye bye